无当伊就大，这婆婆较大个啊。哦，赞，这7个啦吼，啊永吉呢，哦永吉就吉安宫啊，哦天主文星足出名诶，哦，是啊，我这一间上济啦，上济人诶咧哦，好，上大阵哦，哦，遐济咯，啊40。哦，原来遮济较甜甜好，哦，啊，搁有迄燕王，啊，当啊拜地府先师，还拜地府先师啊。伊这个算讲，我迄个厝就乌白拜啊。无咧，啊有讲啊拜地府千岁啊，啊有五府千岁，哦是。哎呦，佮啊拜地府千先师咧。有啦，啊，即摆地府千师是算啥？算伊这个。天主文星诶。天主文星底下有有卡底啊。哦。咱遮参地迄个有牵连的。哦，是啊，先师咧，老师咧。是啊，感恩啊，谢。哦，讲若迄个西港仔乡要看顶头老热，爱来遮看啊。这国姓爷大桥的这个北边遮，国姓大桥的北边吼啊，西边遮，这桥头的西边这大庙遮。哦哟。啊，本马祖径啊有啦，马祖径啊算顶头有济人，其中逐顶都有去到遐啦。啊，问要龙利门的马祖庙。马祖径啊。伊是请马祖，去请马祖，你话问圣母庙。阮遮是说，毋是挂香，阮问圣母庙请马祖。啊，过路。哦，过路。啊，人今仔日较开始挂香。哦，对，假日就今仔日。哦，开始挂香，哦，啊，3日就挂香，好。啊，阮遮是算请马祖。是。哦，请马祖。哦，啊，请马祖会经过遮拢有顶头，拢会到遮表演。哦，赞！哦，按讲若要看楼，即个讲下晡4点到遮啊，下晡4点。哦，请马祖迄日下晡4点就来到遮看啊，看到较下晡看到7点要暗。较冷气是出来拢2点外就来啊。哦，较冷气点啊2点外。请马祖伊12点外过来。哦，是。啊，过来遮以后当兵，即马带61啦，会桥口当兵。哦。啊，像咱这样嘛讲。啊！你嘛比我嘛比，遐个车袂跑起你，是啊，大尾超市，有一个安尼。你也无走，我嘛毋走。哦，对。啊，大尾比来比。我要休一个。较少做伊讲啊，我进来走摊，我进来遮拍10万尔。哦。啊，即马大。你较冷气，就真就打3000钱来。哦哟。我遮昨连6、7点上工。哦，遮有哦6、7点上工的哦。遮10点咧。哦，遮10点，10外点上工点。拢即马有咧人。哦，拢有咧人咧哦。啊，为了去阮中心佚佗。中心。你即马咱若像有省嘛？哦哟。我你要做几套，也要做半套。哦。你嘛练半套，我就等你。哦，是。你要练几套的？你练几套就过来等阵啊。哦哟。伊就讲安尼，阮要倒来。哦。啊，你若讲练半套，还是要用啥个？还是你要干摆只北过来，我会等。哦，是。好，安尼感恩。哦，安尼顶头足济人入来。哦，顶头讲遮。哦。等下。遮足快的，好运动，好活动。文တင်吼。文တင်长做人小食啥个？古花打档。古花店也有，素兰店也拢有，啊牛奶店也有诶款。对，啊毋有水族店无，毋有水牛店。水牛店毋捌有。水牛店拢有啦。哦，遐济种店。天主文星上出名。哦。即马也要出名是。乌顶来，遮西上出名。哦，乌顶来，金西店呢哈。金西店。哦，乌顶啊，金西店。乌顶啊，伫咧下面厝附近呢，伫咧遐西港大桥东北边遐呢。哦，桥头东边遐，乌顶啊，金西店。哦。你啊，查要看迄个乌顶啦，老热啦。啊，第2日是下面厝乌顶来遐呢，上步顶。第3日啊，迄第3日，啊第2日遐有乌顶啦。乌顶啦无啦。哦，啊无第2日。第2日即马走树仔骹。哦。阮啊来淹破片。哦。下坡顶坡较是过当对家里人你好。好。你遐吃话。好啦，谢谢。安尼嘛是算迄个咱们溪大花到北边，咱们溪大花北边。啊，明仔载是即马明仔载是对迄个大温寮。哦，大温寮。对啊，讲树仔骹。啊，
北控等下2北控了，即摆过对南海透早对南海坡，对南海坡出来，对华卡就伊细数，啊，这名才大，对遮去啊，甲对华卡过西港大桥，过溪南面，过溪南，过官寮海寮，个有，是啊，有足大，还有下面厝啊，屋顶啊，这厝屋顶也是上尾日，第3日，好，感恩啊，谢谢。啊，那南海埔甲海寮有关系呢？南海埔古早时代伫个溪北边呢。有南海埔就迄个西港东边，西港身边尔哩。西港身边。南海埔呢？安尼甲海寮哪有关系啊？海寮无关系，伊即摆是算讲长头，逐个有分地洋哥咧走啊。洋哥走。海寮。普陀寺咧，伊那毋是古早时代讲伫迄个溪南边呢，干嘛溪？毋是哦，古早时代敢若讲伫溪北边诶，溪有变化呢？溪无啥变化。溪无啥变化，安尼可能。溪变化是阮即只较会变化者，迄阵人较早就换顶就还袂来到遮，是说话呢。溪嘛，咱放过来嘛，放上放。放诶哦，放南边，放北边。较无较是遮是青啊，当时。哟。可是这青啊，这青啊，种地着拢快，无咧青啊，阮这青啊5张青啊，5张啦。这5张青啊，多少张呢5张青啊是。这种工钱，迄落会当着路。有。这道溪。这溪。这东道溪较袂，万一挂包，万一挂人。是。啊，即下就即个溪湾较大，就即马也毋敢互帮上北，也毋敢帮上南。对。我站平顶啊，顺安尼走，好。迄夜工程安尼细标3年，就是讲莫互迄去水溪，毋是啊，迄只闸门溪啊，莫互闸门溪即只蛇讲这后边走。伊只蛇吼，伊只蛇是北方了东边，伊要张青啊。要张青啊。你看了到尾，你也行对遐去哦。到尾要出征，要出征去东边遐，就是讲伊个夜工遐。夜工遐。是。我再来讲是讲伊个哈。夜工主要过拢会搭开安怎啊？即嘛无影，无事，那即嘛拢乌白咧做。夜工真有经过这国姓大桥遮呢？夜工真拢这，大家第3年咧。偌久过夜工真？昨是去嘛？车马祖的呢？去鹿里门圣母庙车马祖的呢？车马祖夜工真爱出来。是按好来这新结的，这结人讲遮。有啦，这13年咧。这13年的咧。13年个订婚哦，这人弄条卡，弄那个夜工卡。人弄夜工卡嘞哦。安尼，若要看西港个遐吼，拢来7个这个，做永结啦吼。永远的吉祥个吼，永结咯哈，吉人宫啊，来遮会吉祥平安呢。就是这个国姓大桥头北边啊，北边桥头遮，这，安尼西边遮。桥头啊，咱就向西边遮入来一个大庙。赞，安尼好消息，感恩啊！大个，你有功劳。